先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金华城案，前台北市长郭文地互法院裁定无保请回，昨暗头8点提起控告，讲伊应该今仔就会做出裁定哦。今仔上新的消息是，镜周刊的报道指出讲，前督法局长林周明捌提醒郭文地，若是照应小米即阵放任梁即日，市政府是会有道理的法律责任。郭文地早起是表示讲哦，接过来安排记者会说明。 郭文体政治献金的案件关键人物李文忠，昨检方以被告身份约谈到案，暗示有令李文忠200万交保，限制出境、出海加电子监控。除了郭文体政治献金案件，京华社用这案也伫继续调查。8审查过京华社案的前台北市都委会委员詹光忠发文讲，伊当初伫咧会议上捌提出反对意见，检方昨团伊出庭作证，信后请回。 根据《镜周刊》报道，郭文体以第一任台北市长时阵，迄当阵的督法局长林周明捌提醒郭文体，若是按照应晓比即阵时阵放罪用责，市府恐惊才负道理的法律责任。相关内签，市府也拢有记录。处理金华城的容积率的时候，当然我们必须也应该定时和市长报告。 那我当时处理的方式是，除了晨会报告，也以文字方式的备忘录上呈市长室。镜周刊伫崔时也报道，郭文体2020年4月8号前副市长皮正生便签，顶头写着，因的结论是啥？原则真简单，公务员卖坐假。郭文体伫咧出门时阵无加做回应，就去上山机场坐飞机去参加保全局老母的告别式。 主席，是不是你亲笔交办金华城？现在还爆出说写便签给彭正生？这个便签还是要强调，它是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又是北检给特定的媒体吗？就这个便签，如果假设它是真的，其实你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柯主席并没有叫公务员要违法。在推动市政的前提之下，本来就是不违法，想办法。 对台北市议员张小平讲，郭文体替京华社的公关费3、4亿。 吴怡选伫早起讲，因为无相信北检会秉公处理，所以提刑事自诉要告张小平加重诽谤。我讲了3亿、4亿这些事情，我是引述《自由时报》的说法，主角这样子的贪腐的市长跟恶劣的土地财团刀叉吃人肉，这是我们市民的天职，我们一定奋战到底。针对郭文体无报请回部分，昨备案北检已经向高院提控告，高院上紧伫今仔日裁定。 到时若是北院发挥精彩，双方会伫羁押庭再进行辩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